只是我府中先来了一位保太人呐。近年外休得敷衍，连太上朝乃来两位保臣。嘿呀，他的模样，老太人儿一模一样啊！有这等事情，张黑其现在何处？现在舒服，家家献计前来。是有请保太人。遵命。第300有请保太人。何风来的妖魔鬼怪，也敢化作老虎模样，是何脱离？你是妖，你是怪，你是妖，你是怪，闹哇！一见有我，心头恼啊！太上朝出了六罗宝，一老虫太臣吹过手，罗宝不头扎去能摇，安保儿真公正虽不孝，按端安一身请他阴曹，见你所贵修高啊闹，小小此言没不有，三有不讲啊，错了小啊！两位太人，唔好为了我嘅事情送了火气呀！哎，你那个铜匠啊，回那条。好嘞，两位保太人莫有争论，到底是马啥爱神啊？此言老夫亲身。吼吼吼吼！两位太人一同审问，审得清，断得明，就是真正嘅保太人。王朝马汉，参的古神童，准备。来呀！看金喵蛋送童，金喵蛋送童。拜见太人。太人且看，连老夫也分不出，记得马啥是真，马啥是假。金喵蛋猜啊！因你的命为何两人恩上？也给保太爷为何两人替身？
何老夫莫用嘅，乃是妖怪。好牡丹莫用嘅，乃是妖怪。太爷，你两爷乃啥是真嘅？太大，王朝马汉，老太爷息怒，牡丹不得不离，抢太爷面单。太爷，乃是真嘅。太爷，你可有看明白，到底马啥是真是假？他俩一模一样，难辨真假。抢太爷面将果显，真假立辨。你条马沙黑妖怪强势走来，那么妖怪本部真要跟不清。嘿呀，你条到底马啥是假，马啥是真，强势走赢了吧？包太爷，乃是真嘅。我本是小官一千亿，一族天子把天分阴，只因他父上亡故，强待我家托死金，托死金，不想也从发言地，因我是非西中情，爹爹母子将他干，随地带回有情有情。相爱一拳别我意，情深也爱也难弃。莫分诸事可负，望求太爷判断明，判断明。哎呀，带主卿，主卿上堂。学生主卿拜见包太爷。苏老，啊，你哋乃就係牡丹小姐啊？当爷，爱是牡丹，爱则是牡丹。啊，太等主卿，你可抵吹？學生的身份何在？你身为秀才，也敢做出非礼之事，有辱师傅，王朝马汉。永庆，且慢，哎，马会长，太爺，小生還有話要講。講來。太爺莫談一面之詞，小生主卿乃是堂堂君子，老牡丹小姐嘅情事，乃是送情之薄聽聞。可嘆愛送情撇色，但人來猜相互殷情。老小姐情投意合，每人猜了花言相會，強托斯文，隨地無情的見言愛，借口將愛趕出府門，分明係嫌貧愛富，有意非分。愛門堂太爺為幹良民情真，公斷是非，盼望太爺為小人做主啊！太等空徒，我敢先叫狂言，自證老夫來人啊！我愛做下去打。金言爱，今天乃是包某前来断案，还是今日按前事来问讯，假风神。老夫顺言，请太爷见谅。主卿，事都已经hand干强辩，来人啊！老爱打！且慢，哎，马会长，太爷
太人，人讲你为官清正，铁面无私，到如今唯有生气当命，为何不分是非，轻踩大义？莫非保太人也是？有托系清正基正，情家之家，随是随非，空问主权。朱钦，记得马沙是真，马沙是假，你可能分辨得出。太人呐！扶风出见，心相拼啊！此情之爱，无才呀，权呐，把言情白呀。宋郎，太人，我认出来嘞！连忙丢给是假，丢给是真啊！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人生一梦，何必认真？何必认真啊？难道就任凭妖魔搞乱人间不成？那嫌贫爱富的人间，搞乱也就罢了。王朝马汉，暂有监视好。怎么？俺没有王朝马汉，暂有监视好。太公，你也是假嘅呢？挨敌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为何无理发烧？爱小儿嫌贫爱富嘅唔法，前尘一种嘅不生权。罗夫无以感情真，面端英勇，岂能用妖魔作乱？国嘛该为官清正，面端英勇，你那何强分真假，岂不是有违天命么？呀！有情嘅真系真啊！谁言啊，自送啊！难啊！
先退下。两位包大人，罗浮文堂，包大人能抢五雷，出有鸿毛。你哋马上能抢了五雷，就是真正的保证啊！今年我过来，列下时代进步啊！我已经练到能抢四雷嘞。啊，包大人还能抢四雷呀？我老人讲，我雷公抢唔计，雷马也唔计，对话起来唔就是四雷。不过啊，俩四雷专打险平爱护子女。嘿嘛啥？你啊，已经事情已经明白了，阎王行人差人，并公一段也差人，王朝马汉，大土恢复。家从抚养机落去走啊！上期金家风雨，祥平爱护，仆情挂念，既有么杀亲情义从，我去年将两对夫妻三生七生，有了，闭门推出从前夜。吩咐梅花吃祖宗，竟言外包某有事强势过退了。太爷，此案未曾断案啊！此案牵连甚多，按包某也难以判断啊。太爷，方才为何不用真有人将妖魔除去？事情不就了结了？包某不讲随礼，不占有情之由，风潮马汉，大土恢复。太爷不能断了此案，我不免奏明万岁，抢来中天时，前来恕妖。
面啊？我惊，你惊？我惊，会离手的。手爱用办啊？主老，行去公家来走。娘子，行他慢点诶！哎呀，主人，你用完了？哎，无要紧。好，给公家来走。你的五名正是连向的雷公都爱行。三天雷鸣，天色变天兵天将，才年前娘子，你一定系吓到咧，乃未来嘅天兵天将啊！你有身反台，难得见啊！花到临头，托真面主老，为何啊？团那